好，阿弥陀佛，扎西德勒。那今天呢，就是我们讲宝珠仁波切的传奇的故事，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上次呢讲过宝珠仁波切到四大的地方，然后他讲那个大幻化王的密续。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再讲宝珠仁波切在那边传法的其他的一些法。其实宝珠仁波切去的地方很多，主要是四大，从四大再过去一个叫做多考 ，OK， 这个也是多之群，就是多，一个地方叫做多多考，这个多考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是应该是斑马县郭罗藏族自治州内的一个地方，而且也是甘肃和这个阿坝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位置，但是我自己没有去过，但是我知道是那个中间，我也有很多那边的一些喇嘛是我的同学嘛，就是这样。所以呢，宝珠仁波切在那边呢，他呢，获得了就是四大的部落长老的支持。虽然呢藏地都是信佛，但是有时候部落长老呢，古代人他们有他们的，有时候他们有他们的政治考量，他们有自己的一些利益关系，他们有自己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目的，所以不一定他们就是很听从这些上师们的这个说法。他们有时候打仗起冲突的时候他们是非常固执，就是这样的。也有些是很野蛮的都有的。但是呢，很特别的是，无论是哪一个部落，全部都是在宝珠仁波切的座前呢，都是乖乖的就是非常乖巧的。就是宝珠仁波切就是说了，就是他们都一定会听话的。有一次呢，这个德格和现在的郭罗那边的部落呢起了一个很大的冲突，部落和部落之间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一个不同县和不同，就是一个很大不同区域的之间也有长期会有冲突大战就这样。有一次有这个情况出现，然后那个时候宝珠仁波切在临城是格斯尔王的故乡，也是现在是属于德格县的里面的一个，当时是这个不属于德格王的这个境内的，它是有一个独立的，也有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城邦，也不是城邦，就是有他自己的一块，那个叫做临城耶波是王嘛临城其实也有名的但是临城和德格比较起来的话，德格是比较大，但是临城呢自己不承认是德格下面的一个部属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临城那边宝珠仁波切当时住在临城的地方，然后他知道是这个德格和这个恩果龙的之间有很大就要打起来的时候，宝珠仁波切写了一封信。这个宝珠仁波切里面呢，他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宝珠仁波切也就是很浪漫的一个，而且宝珠仁波切就觉得他完全是显现出他说我是王他并不是说在世间的这种说我是有什么权利，因为他没有任何世间的这个民生利益的一个需求，从来没有担任过一个部落的长老的一个身份，但是呢，他用一个王的一个名义，然后就是写信给他们说，你们不准这样做，你们一定要和好，然后全部都听宝珠仁波切的这个开始的指示，就是这样的。所以宝珠仁波切在四大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斗居 OK， 就是斗居是他的名字，就是一个部落长老，然后他呢就是邀请宝珠仁波切，就是要在这个四大那个时候有设一个，四大也是一个自己是一个那个时候是很就像一个城邦一样，这样的一个自己，它不属于就是任何其他的一个政权里面，我觉得它是某种程度上是完全是一种独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风格，而且他们有这个18个部落合成一个就是一个行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长老啊，最大的这个长老，他呢邀请宝珠仁波切给他们这个讲如菩萨行论和这个六字真言的一个观音的一个法门。然后呢，宝珠仁波切就是一直讲完之后，然后呢，就是因为就是很多那个时候的有一些家中啊，有一些地方的，有些呢，他们那边呢就是比较少有念很多我们的天天念的这个习惯。可是从巴珠仁波切传法开始，就这个变得就是更广了啊，就是这样的。然后巴珠仁波切那个时候呢，就又看到有一些地方，因为这个确实是有出现过的，因为在有些地方呢，历史的这个演变的过程当中，也有这个蒙古人打过来，打到这个扎区卡我们的地方。后来呢，可能是我觉得有一些时候呢，就是那边有这个游牧民族的这种迁移，然后就是也有占领过，然后有一些地方的名字，也就是现在都是有时候是一个蒙古文的名字，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这种一些地方的。这个呢，在鲁火四大市区的这些地方都会出现的。所以就是那边的本来部落嘛，就是草原上的，都是靠着那种肉食生活的比较多啊。现在稍微好一些嘛。那宝珠仁波切看到有一些家里要有一些人往生啊，然后就是要修法，要邀请一些就是几十个一些僧众喇嘛修法的时候，看到他们是这个专门就是杀一些牛羊来，然后就是供养，然后就是做法事，就是用修法和法事的名义啊，这个法会的名义，不是法事，法会的名义，看到有些杀生的现象。然后巴珠仁波切呢，就是从巴珠仁波切开始呢，他觉得这种事就是，如果是你是正法修法的话呢，绝不允许这样。所以虽然呢，在藏地呢，一些个别的人自己吃不吃肉，那没有像汉地那么严格的一个规定，但是呢，为了做一个法会啊等等，然后就是你要这个有一些杀生啊，这个肉食的这个买卖啊，那这种就是巴珠仁波切是这个非常严格的，就是要求啊，就是这凡是巴珠仁波切的这个讲经说法的一个弟子，那就是都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呢，从巴珠仁波切开始，这些很多的这个不太好的一个民间的这种，就看似自己说是学佛，但是有些民间的一些叙述呢，其实是很难说的。这个我们有时候我们只是要尊重文化，所以不敢反对，实际上是有时候是不符合佛法的。这个现象呢，不只是出现在当时的时代，现在我们也其实是看得到，有些文化，这个信佛的一些环境里的有一些习俗是其实是不是完全是符合佛法的，但是又是一个文化的名义，现在就是更难，我们就是比较可能会成为一个敏感的，就是所以就是这种要定出来，也要有很大的一个技巧嘛，就是这样的，不然的话呢，就可能会就变成了一个这个文化这个各方面的一个佛典，所以就又会就是带来一些麻烦啊。现在也是这上师们讲经说法，现在很多时候也是很不容易的，是这样。比如说有些呢，按传统来讲的话呢，很多年轻人呢，就有些呢就觉得这个就太古老了，就等等。然后我们就是有点像朝着这个潮流嘛就是或者这种比较符合现在人的方式的讲的话呢，又会这个比较观念上有差异的人呢，会觉得这个不妥当。然后最近我看到一个国际新闻，其实也很有意思的，泰国有2个师傅是最近在网络上变成网红，很红，因为他们的讲法年轻人都觉得非常好，非常受益，非常有帮助。尤其是这个疫情期间呢，这个异常的时间呢，他们听听看他们的一个讲法，他们是讲法的他们也穿着袈裟，完全是讲法，但只是直播就讲的比较活泼。但是呢，老一辈的这个他们觉得呢，他们搞坏佛法了，2000多年前
开始传法都没有什么改变，都可以他们也有他们的理由啊，他们觉得这个可以就是传下去，那为什么要就是改变方式？但是那个法师觉得呢，如果佛法呢，只要是这个在你们的这个权利就可以的话，我们可以用你们以前的方式。如果佛法呢属于所有人的话呢，我们必须也要就是要有这个年轻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来传法。但是我觉得巴珠仁波切当时的传法的时候呢，那就是也调整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这叫文化习俗啊、古代啊，现在那种相对的这种很多观念上、习俗上的一些错误都有纠正过，这也是巴珠仁波切的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巴珠仁波切在普贤上师研究里面也特别也有这个关于这个素食的部分，在就是应该是主要出现在2-3个地方，有专门讲肉食的这个部分，尤其是呢，比如说一个肉食啊，刚刚杀这种这个杀死的这种这个牛羊的肉啊，拿来啊放在坛子上供佛啊，放在这个会供里面，就是当做会供啊，其实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呢，有一些个别的一些上师，他自己是一个佛菩萨，他有超度的能力，他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的时候，那这个做法是一个我们只是生意难辞啊，所以就是比较不一样。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就巴珠仁波切是不鼓励任何的这个肉食呢又拿来这个供佛的，尤其是就是专门如果就是为了要供养，为了要做会供，如果就是牵涉到杀生的话，就是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巴珠仁波切对这些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事情，所以巴珠仁波切本来就是这个下国造主让主的一个追随者下国造主让主呢就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素食主义者，所以可能是我觉得巴珠仁波切和他们两个呢这个方面的看法也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共同点就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呢，巴珠仁波切在那边有时候部落和部落之间这种这个强夺等等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巴珠仁波切呢就是用佛法的，因为藏地呢就是听上师的话呢比听这个部落长老的话还是有时候是比较好的，因为有时候那藏地只要是真的是你信他，那就是他说什么就是你会听，所以巴珠仁波切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一些民间的很多的这种不好的做法都有巴珠仁波切呢就是开始大家就是要禁止这样的做法不能继续。比如这也是巴珠仁波切的弘法历程当中，为什么在民间巴珠仁波切影响特别大，就是有这个关系，有这样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巴珠仁波切呢，就到了那个多，我刚刚讲过的多的那个地方，就是在这个从我们呢从这个扎曲卡再下去，就是四大再下去的时候，就是那个多的那个地方，那个多州庆的那个故乡，那个多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做秀清它是一个阿伦若，因为藏地呢，就是除了有正式规模的寺院之外，有一些山坡上可能会有一些禅房，然后就在那边就是有一些长期这个闭关的人有些呢偶尔可以去那边就是借用这个地方，就是挂这个闭关，有这种场所的，这个叫做阿伦若，藏文里面经常说这个日出，有这样的一个日出，那也许有时候不一定有真正的禅房，至少可能是有一个穴洞在这个穴洞，就是在三义的这个青浦那边，也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山里面的这个穴洞，就是这种穴洞。然后呢，那个时候巴珠仁波切是看那个甘珠尔，那甘珠尔是就是大家要知道，被这个还大的这个就是130
103本书甘珠尔的整个量是这样的。那这个呢，就是巴珠仁波切当时说了就是看了，不知道巴珠，因为那个时候甘珠尔看是其实不容易，因为那个要去一个寺院或一个地方，然后借这个，因为私人能拥有甘珠尔当时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一般的，除非是一个大上师等等。那巴珠仁波切自己呢，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经常携带的什么法本等等的那种。但是巴珠仁波切就是看了从头到尾看完之后呢，巴珠仁波切是有获得这个不忘陀罗尼的成就，所以巴珠仁波切就是在根据这个巴珠仁波切的弟子所写的巴珠仁波切的传记里面说呢，几乎呢就是大部分的佛经都能够背下来就是看了一本，然后就是大部分的佛经都能够背下。然后巴珠仁波切后来写了大家鼓励要多看经典佛经。为什么巴珠要鼓励呢？因为藏地的很多的这个寺院里呢，其实是当时的这个现在的悟部大论的学习主要就是论点，这个应该大家也知道，可能是龙树、悟卓、吉田法称等等的那些著作。所以呢，就是有时候忽略了佛经里面真正的佛经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可是呢，我当然是这个龙树也好，他们的这个著作里面应用了大量的这个佛经，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真正的它的原本的这个原汁原味的从头到完整的佛经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可能有些这个学习的人有点忽略了这个背后的这个要更多去注重这个佛经的部分。所以巴珠仁波切呢突破这个观念吧，就是某种程度上巴珠仁波切在这个一个叫做修行大国，就是这个阿伦若地方，他就是看完一本甘珠尔，也就是103本书，然后看完之后呢，就是几乎呢就是他能够就是背出佛经的内容。再加上呢，巴珠仁波切写过一个叫做贴心多定通于盘云，也就是说就是阅读大乘佛经的功德，有这样的一个。他的这个功德呢，并不是说是你未来会有什么累积质量，主要并不是用这个方式巴珠仁波切劝的，而且说什么呢？你能获得什么样的一个智慧、见解各方面修学各方面对你能够提升，能够起到的实际的作用来。巴珠仁波切呢就是讲过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著作的这个著作的我也正在念，它是一个寄颂，非常非常好听的。巴珠仁波切是一个藏地非常著名的一个诗人巴珠仁波切本来就是这样的。现在的很多在这个一般的这个文学方面呢，大家要提起这个藏族的这个西藏的这个历史上的人物，这个时候呢，巴珠仁波切是代表性的这个文学的这个文学界或者这个写诗的这个一个也是代表性的一个诗人尤其是巴珠仁波切的风格呢，就是接近于现代和那个根登琼普这些。为什么呢？他的这个写法的方式并没有那么古代那么的一个僵硬，或者一种比较难懂的一个古代的风格，而且是比较活泼非常特别的这个巴珠仁波切的诗词的部分也有一个叫做林园歌舞你们有没有看过不知道。林园歌舞那个就是巴珠仁波切的代表性的诗词所以呢，反正就是巴珠仁波切的功德真的是不可思议我们讲也讲不完的但是我希望呢，大家也就是能够慢慢的就是看一下我们就是分享的这个巴珠仁波切的相关的这一些点点滴滴。然后更重要的是，巴珠仁波切就是在看甘珠尔地方的另一个地方，也就是从这个地方不远的一个山头，有一个叫做阿里那。阿里就是那个地方的名字，那就是森林，有森林的一个山坡。在这个地方呢，他就是和他的使者你们有没有听过？他的使者就是叫做牛居龙洞
龙斗是他的师侄，和宝珠仁波切一起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呢，就宝珠仁波切的所有的传承呢，就是这个境界啊，修行的境界和宝珠仁波切后人说是和宝珠仁波切他的智慧的境界，第一就是密封仁波切宝珠的弟子当中啊，他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境界第一就是龙斗啊，还有这个他的这个清净戒律的这个弟子和宝珠仁波切一样的有一个啊，这个叫做门亚根斯，他是应该说是格鲁派的，也是宝珠仁波切的大弟子，还有逻辑第一有个叫做杰隆丹增扎巴，有人，所以宝珠仁波切有四大弟子的啊，这个四大弟子当中，一个是他的师侄，也就是龙斗啊，龙斗这位上师呢是这个阿丘喇嘛，就是那个牙签省那一带那一个地方的一个上师。那当时宝珠仁波切的师侄，他们两个待在这个山洞里面，可是宝珠仁波切是上师，他是弟子，他们还是要讲经说法，还是要过生活。可是呢，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家里唯一就是有一个袋子布的，布我也不知道布还是牛皮羊皮吧，羊皮的也会有，以前就是有一个袋子，这个袋子呢，装糌粑的袋子呢，占地经常不会很大的，一般装糌粑的就是差不多顶多就是可以装5公斤啊，4公斤啊，10公斤，最大就差不多是这样的。我们常见的这个糌粑的袋子是这样的，他们就是有袋子，但是有没有装满我也不知道，因为专辑里面没有写。OK。所以呢，这个袋子里面的糌粑呢，他们就是每天吃一点点，唯一的这个糌粑，然后呢，就是可能会和水一起煮一煮啊，当做那个糌粑茶，然后早上吃一点，喝一点点，下午喝一点，这个呢就是维持生存嘛啊，就是的。然后除此之外呢，他们没有任何的这钱的东西以后可以来吃的喝的。而且两个人就这样，而且他们就早上那个糌粑，然后就忘了，就是挂在一个木头上面啊，就是在专辑里面是这样写的啊。然后就是他就是这样来一起修行，而且修行当中呢，宝珠仁波切讲如菩萨行论，讲了4次，这次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如菩萨行论呢，从学习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并没有那么难。那宝珠仁波切讲一遍，然后就是再自己看，一边看一边看，一直看再看，然后看不懂又问上师，不是可以吗？其实他们没有这样做。宝珠仁波切讲完一次又从头讲。所以呢，我们上次节目里面有说了，宝珠仁波切一生当中最主要讲的那2个，一个是就是大幻化王，一个是如菩萨行论。所以宝珠仁波切到了格鲁派的时间讲如菩萨行论，而且根据这个迦草戒，就宗喀巴大师的大弟子有一个如菩萨行论的注解啊，按这个讲。然后三迦派的寺院里面又讲三迦派的这个大师的注解，按照这个注解来讲。而到了宁玛的时候又讲宁玛的方式去，只是这个解释稍微不一样嘛，按各个宝珠仁波切很尊重，他不会说是我是大圆满上师，我是宁玛的，我要讲给你听我的大圆满，不会这样说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宝珠仁波切他自己这个获得了4大教派这个所有教派的这个传承的这个功人，但是呢，而且这种宝珠仁波切讲法的时候呢，完全按照个别的根器依了实际情况传承的背景，所以宝珠仁波切就是这样讲如菩萨行论，讲了多少遍我也不知道，但是听说呢，就是光是龙斗前后从宝珠仁波切那边听过20次左右的如菩萨行论啊。为什么呢？就是有些上师呢，我们一般来讲都上次讲的和现在一样，所以我就是不信心不听了，
或者我自己看懂了，现在要学别的东西。可是以前不是这样的，有些真正的修行人呢，从一个法他每次听一遍都有不一样的收获，因为他们的内心完全投入在里面，完全的用那种非常虔诚的心，完全是这种他当做一种这个智慧的一个响应来学啊，并不是说这是就像一个我们一般的一个小学的这个课本和一个这个语言课一样来说，今天这个部分我这个句子我就学完了，没有这样看待这个学的内容。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呢，这样的就是一而三一再的这个学习是一种修行。其实我的上师出家宗旨也是，他圆寂的前一年，他讲本来呢讲应该是这个专门有人要这个请法的吧，就是讲那个中观庄严论啊，中观庄严论是这个几乎阿斯利看清大堪布几乎看清的这个中观的著作，他有梅峰仁波切的一个注解，那是在宁玛的传承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注解，而且他讲了一遍，应该是花了3个月的时间，全部讲完之后，第2天呢，没有人也请他要讲，但是呢，上师自己决定说，我再要讲一遍。为什么呢？如果我现在不讲，我明年就可能不在这个世界了。所以我这个很重要。他说以前呢，堪布公花在的时候，堪布公花也是梅峰仁波切和宝珠仁波切的共同弟子，也就是专门写这个宝珠仁波切的传记的人。他说他也非常重视这个梅峰仁波切的这个中观庄严论的这个注解，而且每年一定要讲一次，每年讲一次。但是其实出家宗旨呢，往年讲过很多次，但是呢，当时他圆寂的前1年，就是我也在那个时候，我在这个宗旨的出家宗旨的座下嘛，然后他讲一遍，讲完了又从头讲一遍，所以总共可能是花了半年的时间，就是讲2次，每天讲，没有休息。所以这种很多上师有些呢有他们等待求法者，求法还求了很多次再讲一次，有些呢就是也许是根本就是没有求法，但是呢就是他就讲他就是没有求法，也可能是讲一次，就是自己就是一再的讲。这就是也就高僧大德和这个上师们就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就是他们有一些各种，就是他们看这个利益众生，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利益众生，什么样的方式真正的帮助到这个弟子，那就是用他们的方式去解释，这样有出现后各种不同的这个讲法的风格。OK， 反正就是这样。所以呢如菩萨行论呢，前后宝珠仁波切讲了非常多次。而且后来呢，现在我们这个赞许卡的有些宁玛、格鲁啊，这些各个这个教派的这个寺院里面，每年也要固定的一个时间，要专门，就好像是每一年当中，有些是说10天，有些是20天，有些30天呢，根据他们自己的情况，有一个叫做如菩萨行论的法会。这个法会当中有专门一个专讲，一个上师来就是负责讲一遍。这个或者传一个如菩萨行论的口传，然后同时呢，就是也有这个受菩萨戒啊，这个菩提心的这个非常隆重的一个仪轨的一个仪式，这个法会，我们寺院也有的，所以这些都是宝珠仁波切，就是从他这个传法的时候开始是专门。就是变成在很多藏人界变成非常流行的。那现在在国外呢，很多的一些高僧大德在藏人佛教界的这个大师法王们，他们都是这个传这个如菩萨行论，而且呢他们的传承都是来自于宝珠仁波切，因为宝珠仁波切当时传给他的弟子有几个，然后后来呢在印度非常著名的有一个叫做昆德拉玛当真讲成，然后就从昆德拉玛的传承呢，就是这个一些尊智啊，还有这个
就像定国法王啊等等的很多的这个，在这个国外的很多的这个藏传的这个上师，还有在藏地就更不用说了，全部都是其实是这个整个藏传佛教界的如菩萨行论和菩萨戒菩提心的传承，就是现在就变成和巴楚仁波切有关联的，这就是巴楚仁波切的关于如菩萨行论方面的一个殊胜的功德。阿弥陀佛，扎西德勒，今天我们讲到这里。